得了只下酒，记得融会前面，谁对爱该烦忧，光光该留声音，快乐对点撒娇，个风一特人皮球，爱流总还味道，胸襟大给吧，让一心。叔婆，你用的无？叔婆，这菜去唔得嘞，车头也歪了。你好厉害哦！听说你敢一个人去台北，你都不会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当然会怕，万一迷路，万一被坏人拐走，万一身上没有钱，万一怎么样，就一辈子在外面流浪怎么办？我才没那么逊。是哦，那你干嘛住在这边？没有真的回台北吗？还不是都是那个笨蛋害的哦。哪个笨蛋？你们不可以这样叫顺心呐！我阿公说顺心是长不大的孩子。哦，原来是顺利带你回来的。那你知不知道新竹怎么去？新竹就在台北的下面的下面啊。你可不可以带我去？我想去找我爸我妈，我已经好久没看他们了。哎，时间到了，手机拿来啊！手机拿来啊！时间到了。等一下，等我这关玩完了。快点啦！帮你查清楚怎么走。真的吗？哎，你走开啦！恭喜啊，弟姑哦！哎，讲花无路无太少酸的啦，这唔顶用诶，煞翻哦，翻错搭搭的啦，健康哦拢高高的。当时就弄法西山啦，很记正理哦，伊天天就老爱变面了。当初爱迄家家试用营养诶，也唔知几多台北啊，应用诶成分咧。哎呀，佢吼坐喺台北啦，一天嘛，该事情都唔是做啦，仲快提咧。也做生意咧吼，爱好花高啦。一講日下，第一花蓮，用都老幾搞幾啊？要拐吗？阿弟哥，阿弟哥，干嘛啊？骂该干嘛？出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来问你啊，你在台北的时候是谁帮你洗衣服、整理房间，还做家事？
茉莉啊，茉莉是永胜叔的太太，你要叫她茉莉阿姨。对了，茉莉阿姨啦。这位茉莉阿姨老你做的哦，难怪你妈该都唔晓得。哎，老你讲，你现在住在我这里，就要听我的规定，每天早上起来要折被、整理房间，自己吃的碗和衣服要自己洗。啊？为什么？阿妈干哈？因为亚黑牙不卡，你住在这里就要遵守我的规定。不管，反正你已经住在这里了，就是这样。还有，你每天要帮我做事，理房租和吃饭钱，看你是要摘菜还是浇水。反正啊，就会做唔得，白吃白住。那你这样子的，我才不要做嘞。洗菜，进公哦，冇做事就冇饭后事。不吃就不吃嘛。啊，你较乖哦。我不叫我吃饭了。你干嘛啦？说过啊，冇做事就冇饭后事。要吃饭啊，房间整理干净再来吃。我才不要整理房间呢。好吃哦。什么嘛，老巫婆、臭巫婆，我又不是灰姑娘。哎呦，我屁股好痛，都嘛是你害，阿婆，根本是你害的啦，好痛哦。小兰，我好可怜哦，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事情啊？我肚子好饿哦，你说要怎么办啦？好。啊，有了，来，你先坐。阿婆，阿婆，我整理好了哦。整理好了。阿婆，那我去吃饭了。好。阿婆，怎么了吗？皮下包还嘛该东西啊？没有啊，就棉被嘛，就被子。许多，你通通没有折嘛？哎呦，不会折衣服啦。不会折哦。不会折，那就通通丢掉。啊，不行啦，阿婆，这些我都还要穿，不能丢掉啦。要穿就折起来，放衣橱。我不会折衣服啦。不会折，来搞你。看到吗？
对吧？好像很简单诶。 10分月款。同好嘛，晓得没？结10咧，听起来。等下我要检查哦。这衣服有什么用？我会讲英文就好啦。不是会讲英文就很厉害啊，只会依赖别人，不会照顾自己的人啊，就算会讲什么文也是没有用的人，迪玛，赶快整理好。阿婆，阿婆，我整理好了。很好啊。乖，来，以后我折好了，放这个抽屉，现在就放。被子就推到里面，对吗？乖，来吃饭。看吧，框框，你知道吗？过了中午，阿婆才给我吃饭呢。吃完饭还要扫地。她比白雪公主的后母还恶毒，也比灰姑娘的姐姐还可怕。她是史上最可怕、最丑陋的老妖怪。你们是不是也是被她虐待死的啊？我把你们害成这样，你们好可怜哦。可是没办法，我也被虐待啦，我没办法替你们报仇。怎么办啊？我以后日子难过啦。谁来救啦？妈咪，宝贝，你好吗？我都找不到你，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发生什么事了。怎么啦？爸比很坏，他把我送来花莲阿婆家。你爸比什么都没有跟我说啊。用心广东梦似天梦水里。爸比很坏，他把我送来花莲阿婆家，害我每天都被阿婆虐待。你爸比什么都没有跟我说啊，他为什么送你去花莲？我怎么知道？他说要带我去日本小岛的海洋世界，结果我睡觉起来就在花莲阿婆家啦。你看啦，我的房间好破烂哦，阿婆家好脏哦。妈咪，你快来救我啦！好，宝贝，你先不要急，妈咪先打给爸比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叫他赶快去带你，好不好？真的哦，太好了！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都快死掉了。那妈咪现在先打给爸比，你乖哦。妈咪，我最爱你了。我终于得救了。
旭旭为什么在花莲？这怎么回事？快回我电话。这么快就要叫我回台北了？你又不能回台北了？你阿爸无按假来接，唔就慢慢的等啦。现在几点啊？干嘛叫我起来？唔系讲迄日啊，爱郎来天数做事咩？加，放起来，加来做事哈。老婆长虐待，反正没关系，我回台北啊，就算我长大，我也没有要回来。Pumpkin boy， 好啦。空包空空，我怎么那么可怜呐？他一直想用的方法虐待我，我好可怜哦，怎么办啦？李轩，干嘛？快点呐！我阿公跌倒了，好像骨头断掉。你阿公跌倒干嘛来找我？不是找你，当然是找你阿婆啊！阿嫂婆，阿嫂婆，用系啦，我阿公跌倒了，好像骨头断掉哎。用安尼咯，来听说，拿的。哎，胃痛了！你的手脱臼了，爱挑战去，哎呦，不好。不是胃痛哎！哎，去了，来啦，去了。啊，胃痛！哎，洗来你。哎呀，俺没洗来，俺洗不呀！来，哦，爱挑哦。啊！看注意！啊！哎呦，冇呀！爱啦，開啦！来，1、2、3，有卡爽快冇？真係爽快哈！有誒。即刻脱定。哦，好。哎，好啦。啊！哎，哦。哎。太子啊，什麼嘢啊？喂，乜街啊？唔卡路呢？太子。好，挨咯。哦，娘，當腔啊，炒骨頭也會哦。嗱，裝起哦，飲藥嘅本事，我好卡夾咧。好，什麼樣？是啦。俺只識啊。怎樣？哎，來裝咯。行好啊。來。請大家注意點哈。好，行好啊。來裝啦。那麼緊喏？拿的，裝起。
走开了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娘的喏，先讲起来嘿。你洗面，老爷约嘅，拿去本蓝瓶加工，一对啊！蓝皮，晓得啥么？晓得。这我阿公啊，哈，点啊？嗯，蓝皮，你居然来了啊！这是我阿婆叫我拿给阿公的。谢谢呢，蓝皮，先去早叫去办公室。拜托你天父主的阿公下来哦，先来表到那点嘛。对呀。好啦，我先去上班哦。你先底下聊哈。拜拜。妈妈再见。帮我拿电灯泡。你在家都要做很多事吗？对啊。为什么你们不请佣人啊？为什么要请佣人？有佣人就不用自己做家事啊，像我家都不用自己打扫，就有人帮我们做。我们家没有钱，我妈妈要养我跟阿公已经很辛苦了。那你爸呢？他不赚钱吗？我不知道我爸在哪。蓝皮，李轩，帮忙我。哦。那是什么啊？怎么那么臭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这到底是什么啦？我阿公的尿。星光的雾蒙蒙似芥末水流。你能看懂你，不应该生病。那这到底是什么啦？我阿公的尿。阿公的尿！哎呦，怎么脏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全部都湿了，我脚都湿掉了啦。脏哎！尿。哦。还是臭的。阿弟哥，阿弟哥，细神细按叫，迄爱溜鼻溜皮嘿。啊，你不要管我啦！臭哎，骗他！小心人，搞到鸟听听就愈按叫，也生人的色彩哦。我们家没有钱，我妈妈要养我跟阿公已经很辛苦了。那你爸呢？他不赚钱吗？我不知道我爸在哪。尿还唔睡呢，明天早上起来还要摘菜，吃睡。阿婆，蓝萍没有爸爸吗？因为按你问哦。我去他家的时候，他说他家没有钱啊，只有他妈妈养他和他阿公。我问他爸爸在哪里，他说不知道。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在哪里啊？因为哦，蓝萍的爸爸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男人，骗了他妈妈以后就跑掉了，所以蓝萍的妈妈就只好自己养小孩。
那南平为什么听不见？他小时候不偏哎，耳朵坏到听不见了，花好多钱装电子耳才有听到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躺着，阿婆讲给你听。其实蓝萍的妈妈虽米哦也是很命苦，自己很小就没妈妈，长大以后还要自己养小孩。一个女人工作赚钱养家，还要照顾孩子，真的很辛苦。她一知道蓝萍听不到以后啊，就到处带她去看医生。好在蓝萍很乖，很懂事。阿弟姑哦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有好的家庭，不愁吃不愁穿，那么命好。你真的要懂得惜福哎，迪莫。喂，喂妈，按走。还忙去上班嘿？对啊，还做空梯诶。啊，你有乖冇？记哦，有训练有差哦，有进步啦。我老爱天数做事，要去卡镇里健康哦。真劲诶哦，很强哦。敢唔爱叫我老给带转去啊？啊，你有迄个两年呢，厝要做事，按呢将手规做厝架，本去做法律做好呀。啊，安尼我鲁姓人哦，我真无爱打。好啦，我爱讲有诶无诶啦，我爱无限了，唔去甲爱注意地位哈。喂，硬要去无用啊？嗯，好嘞。杰里，你电话一直在响哎。哦，我知道。喂，李崇光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我叫你送萱萱去上安亲班，为什么把她送回花莲？你都不用跟我商量就擅自做决定啊！就公司临时派我在桃园办事情啊。茉莉回应你也不告诉我，我不知道要把李轩送去哪，所以想说让他去花莲玩几天嘛。茉莉什么时候说要回应你了？人家机票都买好了，还说很早就告诉你。那就算啦，反正去都去了。你事情什么时候忙完啦？你忙完赶快把她接回来。萱萱安亲班的课程是一整套的，疫情期不上会落后很多，到时候要找时间补。好，我知道，我这2天忙完就接他，好不好？什么叫这2天？这2天是今天还是明天？什么要给我打哈哈？喂，我好像听不太清楚。喂，啊，我先挂断，好吧？喂，杰里，原来你也会怕老婆。蓝萍，我阿婆问说你阿公有没有好一点？有啊，他今天早上起来整理东西哦。
你牙跑好厉害哦，什么病都会治哎。真的哦。给你。谢谢哦。你要煮菜啊？我要煮汤给我阿公喝。要我帮你吗？好啊，你帮我洗菜。好啊。蓝萍，我们在这里，快点进来。为什么暑假还有作业啊？当小孩也很累哎。哇，你快点写啦！那天写完我们就赶快出去玩。你们到底要写多久啊？我很无聊哎。你没有暑假作业吗？在台北啊，我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要接我回去。那你叫你爸寄来啊。我只是暂时来我阿婆家住而已，我很快就会回去了，不用寄啊。好好哦，这样你都不用写暑假作业。你们到底要写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真的很无聊哎。好啦，你不要吵啦。这给你玩。这是什么？怎么玩啊？那是弹珠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在台北又没玩过。是哦，我还以为台北什么都有哎。我只是几颗玻璃珠而已啊。快点，换你了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！换你。好。换你啦！快点啊！快点！这不是撞球吗？这不是撞球，这是打弹珠。跟撞球很像啊。你打过撞球？没有，但是我看过别人打过。换你啦！快点啊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我不玩啦，地上那么脏。弹珠本来就是在地上玩的啊。我讨厌把自己弄脏啊，地上那么脏，有细菌。是哦，难怪我常生病，因为我都趴在地上玩这个。摸堂给亲再讲，来换你了。好。你在那边玩玩看。算了啦，他连弹珠都不会打，一定会输的。快点，换你。等一下，不要玩。星光的舞梦，梦似芥末水流。避难寒冬里，不应该生病。等一下，不要玩。你到底会不会玩啊？要不要我们教你？好烂游戏哦，不玩了啦。凶什么啊？快点，换你，换你。鸟的喏，这球都按呢，都做得到主鸟的喏。阿婆们，你唔讲话喏，无礼貌哦。就田总和张翰他们欺负我们。
弹珠打输也会生气哦，生硬的就会生硬了，还穷哑巴哦。连你也笑我，答案桌没什么了不起。嘿呀，是没有什么了不起。第一次打本来就会打不好啊，多练习几次就会打得很好啦。聪啊，台湾讲啊，你不要看阿孙呢现在这样哦，他很会打哦。你爸爸以前都很生气，说弹珠都被他赢去了。你做的跟他学啊。顺心，拜托，他会吗？你爸爸也是他教的嘞，去跟他学。还有，你要叫他阿孙叔，对吗？念一次，阿孙叔。阿孙叔。乖，去跟他学，啊。阿孙叔，你在家吗？阿孙叔，有听到吗？阿孙叔，你在家吗 ？Hello， 有听到吗？阿孙叔，我是找你啦。哎呦，你快出来！我有事找你啊，你在哪里啦？阿孙叔，你在哪里啦？你干嘛啦？对，好，你做无认真切。干嘛躲起来啊？啊，头摆甲空一人做乜唱啦？哎，不管，哎，佮教吧，佮教吧。等一下啊！做乜爱爱？我蛮空啊，等一下。你冇讲乜噶？我阿婆说你会打弹珠哦。哎，弹珠，嘿，爱动你啊嘞，弹珠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来给我看。你不信哦？来打棒看，来，赶快，赶快。嘿嘿。哇塞，没想到你真的会。我冇骗动简单咩，我做搞工嘅。你哪有教我啊？我就跟你说我不是李崇光咩。咩李崇光？啊，我阿讲嘅。算了，赶快再教我啦！啊，来呀来呀，来搞动简单呢，我教你呀，来呀。啊，你偷一下。脏哦。唔可以啦，看，打主位好像像怪样的。咁啊，出春来猜啦，弹下去，有啊。这样子吗？啊，你打唔中啦！你干嘛？你看到脏掉，有细菌啦！你收体奶唔打动枪就跟你说有细菌咩？好，算了，跟你说我不懂。来，给你，出来，念灯啦。好啦，很脏哎。奶 boy， 念灯。哎呀！你给我用耳朵，我要弹你耳朵。算了啦，不要你教我啦。哎，阿公你唔好安尼烂欠嘛该喏。哎，俺头摆就无打到同伊讲啊。哎，无安尼啊，弹出来，伊讲帮弹出来。呀。哦啊！哎呀，这大鱼好难哦！快点教我，也不知道教我，快点啦！哦，快点啦！搞人要喊你打人的头，唔当奇怪。向俺说到啥？活该！这边，听见我教大家唱怪哦。哎，有嘛？当简单咩？可是我会抖哎。输开了。哎，赢了！我打进来！耶！耶什么啊耶？是我打进去的。你爱教你呢？爱老师你啊？对哦，原来你算是我的弹珠小老师。对呀。哎，李长官，跟爱老师，想的是养乐多。这样也要请你喝养乐多哦。一罐就好。养乐多了。走。养乐多。阿平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会来？他说要喝养乐多啊。阿平，你要养乐多，你还得用罐养乐多。不行啊，我
我只有10块钱呢，10块钱只能可以买1瓶。阿公的2罐，你不要吵啦。没关系，不用钱，我记下来就好。法婆会来结账。你要喝吗？那阿公，那这样。阿公那我们明天再打弹珠好啊，不过啊，我还快比你厉害了。你有可能？你就有。我教你的呢。你昨天有没有洗澡？洗澡？唔记得了呢。才昨天你就忘记了？你要洗澡啦，不洗澡很脏哎。而且你看这边玩的那么脏，回去一定会被你妈骂。下次要洗澡，不要玩到那么脏。好啦。带两个甜心啊，他们同卫生你都给公包，真的假的？骗中啊！你要不要听？我借你听。有冇？有听到冇？有冇啦？哎呦，你不要吵啦！哎，我听到了。给公妈，给公妈看。他说他现在在外太空，现在在向我们挥手，问我们有没有看见。哪是的弟啊！你们给看到没有？有，他是看到了。真给到？他还说他看到我们打弹珠，他在外太空都没有，所以他是会打。你讲这高品应该懂厉害呢。他还说外太空有很多星球，他每天坐着外太空船到各个星球去玩，而且每个星球都不一样哦，有各种不同的颜色。各位同仁啊，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啊，崇光啊，完成了一个新的案子，哎呀，真是不简单，而且马上升为我们公司经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进来，真的，今年的年终奖金要多给一点，好不好？喂，妈咪。我刚解决了一个很棘手的案子，我现在觉得超有成就感的。那公司有加你薪吗？应该有吧，因为总经理升我当经理。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比我更优秀啦，只是……如果有升职又有加薪的话，那你把萱萱送去花莲也算值得啦。妈咪，我只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下我解决案子的成就感而已。你的成就感不如儿子的前途重要。你把儿子接回来了没有？还没，我刚忙完啊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接他啊？过2天吧，我最近还要忙收尾的事情。什么叫这2天？你只要告诉我是哪一天。不是留在花莲有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急着他赶快回来？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暑假规划了，你还要再说一次吗？对，我知道安亲班嘛，他安亲班从来没有少上过啊。老实说，我不觉得他待在花莲有什么不好啊。妈跟我说，他这几天已经学会帮忙做家事了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？就是学会照顾自己。你现在跟我讲这是什么意思？儿子的人生规划里没有需要会做家事，你就要耽误他的学习，不觉得自己是个很失职的爸爸吗？没有那么严重吧，一个暑假而已啊。开心比较重要，我其实觉得安静班比较不重要。不重要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让萱萱留在花莲当个玩泥巴的野孩子，比上课还重要咯？去花莲不只是玩……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反正你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就马上把他接回来。
经理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忙就好了。我不是要催你的意思啦，是陈董刚刚打电话过来说，已经跟总裁约好了，这个秀结束之后就要去日本了。去日本？可能这个月都会到各地跑来跑去。陈董说，因为我们秀反应还不错哦，连韩国都想约我们过去。他说，如果我们不想过去的话，就要早点跟他讲。总裁要我问你的意思。妈咪，宝贝乖，我可怜的小宝贝，你还好吗？不好啊，你快回来了吧？爸比都没来接我哎。妈咪已经跟爸比说好了，如果他这2天再没有去接你的话，你就打电话跟妈咪说，妈咪请卢比阿姨去接你，好不好？哦 ，yes， 太好了，我可以回台北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呀？宝贝，妈咪还要去日本几天，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去了。啊，怎么这样啊？没办法呀，妈咪要工作啊。你乖嘛，妈咪买礼物给你，好吧？好啦，可是你可以赶回来跟我去美国玩吗？当然没问题。那你烧一个给妈咪看看。经理，妈咪要回去工作了，你回台北再打给我哦。拜。阿公哎，我们去火趴玩。哇！再一次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鸟老大，干嘛睡啊？原来是经纪人对吗？放开我啦！冇错错，你会走啦？用的喏。你今天带几个洗鬼火趴告水，唔对吗？快点！俺无讲好起来，总得好起来。夜光奔无人懂中，旧音本夜风吹响，一步步离开故乡途。原來愛比注意更勇敢哭。離開無下嘅路，兩寒冬清楚。幾多嘅苦。